大家好，我係九龍東醫院聯網中風科顧問護師余宗增。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句説話，就係一人中風，全家發瘋。其實中風唔單止一個死亡率高嘅疾病，亦都係導致成年人殘障嘅主要原因之一。近呢20年，中風有明顯年輕化嘅趨勢。我曾經有一位病人只有33歲，過往健康記錄良好，但係突然間一邊身冇力、麻痹、言語不清。入院後被確診為急性中風，情況一度危殆。經過50多日治療同埋復康訓練之後，佢卒之可以重回正常嘅生活。所以只要及時求醫，接受復康治療，中風患者亦都有機會完全康復。大家要記住，任何年齡嘅人士都應多關注中風，大家一齊做好防風措施。最後請大家謹記，急救中風最緊要快，記住談笑用冰。如果有以上嘅症狀，就要立刻求醫。